你们几个放这儿吧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强公公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该不会是要把我赶出去，你们要易主了吧？回皇后娘娘，皇上是怕您预期反应太大，怕您遭罪，想来兴圣宫陪您。您看，东西都拿来了。What？ 齐上要搬来兴圣宫来住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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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我坚决抵制。有什么了，娘娘？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就见您心神不宁的。我有办法让齐胜不来烦我了。娘娘，奴婢真是不明白了，皇上想对你好，你为何如此抵触呢？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怎么跟一个男人睡在一起？可是自古以来，夫妻睡在一起就是天经地义的呀。谁告诉你夫妻就得睡在一起？要是跟你睡在一起，我还愿意。他想都别想。那娘娘，你想到什么办法能让皇上不再来找您呢？